伫咱的日常生活，啥物物件会当代表真正的台湾美丽？有一位文创工作者郭振东，做广告做20外档咯，伊深深感受到台湾部分的风土民情正快速的改变，甚至有消失的危机。伊想要为台湾珍贵的文化留下记录。2008年，郭振东开始伫咧网络发表创作。甲槟榔担、甲夜市的大头啊缩小，变做微型世界。多参藏咱伫咧大街小巷的修理西窗西门，还佫有沿路叫卖涂药鸡，这系经过改装的发财车，嘛拢是伊创作的来源。郭振东希望有佫较侪人做伙来加入到文创行列，互世界看到台湾上珍贵、上可爱的乡土文化。台湾的文化很多都是用发财车来做一些生产工具，因为自己很喜欢逛夜市，就是我想呈现出热闹的夜市季，用实际的微型模型去让大家先看到，推广到全世界去。这是我的微型台湾秘密基地。就是我想呈现出那个夜市的氛围的感觉。会做出这种东西来，都是自己本身喜欢嘛，喜欢吃嘛，喜欢吃的，所以你就会把它排，所以你就会把它呈现出来。大肠包小肠排骨，其实就是在创作的东西，你就是用自己的元素去把它做出来。62岁郭振东，人拢叫伊大东哥，捌做过20多年的广告人。2008年，伊开始伫网络发表创作，即卖伊的作品拢为文化基地出版，真实记录在地的台湾美。像我现在所做的这些台湾味的东西啊，都是我日常看到的一些实际的东西，用自己的专长做所谓的小的部分自己收藏，人文出来，才有真的你在逛夜市的感觉嘛。那有少了一个东西就是灯，晚上一定要打灯嘛，才有那个夜市的感觉。在这个夜市，有众多很好吃的东西，那又很在地的台湾味。像我刚才有看到这个蚵仔煎，也很喜欢吃的。我们看一下吧。好。你也喜欢吃蚵仔煎？没错，而且蚵仔煎他们这种字啊，都是卡点西的，以前早期刻的，那都其实是很在地的。那我很喜欢这种很在地的味道。这个香肠还没开，可是香肠也是很在地的。焦饼好像也不错哦，因为我也好久好像没吃了。这次我想吃的都是旗鱼黑轮。哇，看了就有种这么大一只，这个每次来一定是必吃的。夜市应该是好几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，这1-2年是因为3D 列印它真的是很成熟了，让我可以实现现在的一个实际的做法。你是要呈现你眼中还有你的世界当中的台湾味吗？对，没有错，因为其实现在所看到的东西本土啦。老板，我先拍一下哦。手机随时都拍很多资料，那回来就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部分。到一个程度小，它要很真实，其实有一个困难度。那我只能揣摩一个情境，再放大去看，它其实是不是那么像？那可以远看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个
情境的感觉，就有点像有时候我们去菜市场买菜，很喜欢那个叫卖的声音。一个大杯青草茶，李小姐一个杏仁露。在地台湾味就这样被你保存下来哈。是啊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有台湾味的东西，所以必须要这样做。创作者透过细腻的文化观察，以现代科技3D 电影搭配创意组合，看见台湾在地的日常生活百样。期待透过微型台湾放大文创。像这一台就是全部都3D 列印。葱油饼这一台的形体，以现在的车体都是3D 列印去把它印出来的。像那个名字都自己这个东博嘛，自己有个东嘛，所以用自己的感觉去做出。就是老板就对了。对，因为想要做葱油饼，干脆自己做一台，很疗愈啦。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自己很舒压，在看这些东西，有时候很 focus 在这个情境里。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啊，你就用角度拍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很像我在逛实际某某夜市或市集所呈现的感觉。我去南部看到了一台很有味道的车，叫土窑机。多年前伫街路粗粗眼过，头壳内底一直出现的画面，总算成做实际作品，真实展现。其实我在收这些小车的时候，差不多收了应该有15年。台湾的文化很多都是用发财车来做一些生产工具。那我们现在有做我这边后来有做一台这个大的纱窗纱门。那这个是我看到实际的样子把它做出来的。里面啊，我的设定里面，它有一些工具也都在上面。啊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里面的抽屉，这个这些小工具。哎，那个不是木头跑那个木头？对啊，哎呀，你就会把它当作是我真的是好像在修理纱窗纱门，所以这些有工具在。修理纱窗、纱门、换玻璃。这头都40-50年啊，将近快50年了。我才你话那真长的时间啊，哎。老哥你好，你柯先生了。是啊，足久无去的，你敢会记得我？有印象无？有啦。你之前的型啊，都是安尼。啊，对，有印象吼。我看板有换。拢改过啊吼，无他同款啊吼。有回想起你以前的感觉无？对，一模一样。哎，对，这进前的，这有一个两个电话的。同款吼。这进前的。对啊，我就是照你以前的型，甲你做的都是安尼。啊，你这抽屉啊，你这抽屉嘛是佫会使开的。啊，对，无唔对。拢同款。有型无？有型，一模一样。真的不敢相信呢。真不敢相信哦！我迄阵甲你讲啊，你唔知影讲我到底会甲你做出什么型哦？对，恁内底的物件拢足够型的。所以这个产业其实是很特别的。所以在路上啊，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这种车的时候，它叫卖的声音其实就是很有趣的。那什么时候会失传？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晓得。你看，像之前我帮他做的那个样子，
又过了几年，它其实又有点改变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，就想要保留当下它的味道的东西，因为过去了可能就是过去了，它不会再回去。很有意思哈。哎，对对对，看他的号码，可以打个电话给他，家里可以修。那就活广告。对对对，他有需要这个潇洒床吗？对。换拉大组、气门组、做茶门、电锁门。看到老板这一台的创作，我觉得真的很开心，老板也很开心。在台湾的众多庙宇当中，这也是我创作的一本书。快速或者是伫买熟悉的土地基地，透过郭振东手工的创作，变做微型艺术。它点了之后啊，它就是整个会像孔雀的样子开屏，整个都是七彩霓虹灯。我做出槟榔摊，可是要有这种孔雀灯的感觉。那个当下看到这个真的是很感动哎。艺术车顶的艺术桶是变怎做甲参照真的？录屏创作者敏感的观察到。瓦斯车啊，其实我一样是刚才提到，就是以现有的素材去把它用改造方式做出来。对，车子是原本的这个火柴盒小汽车的素体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一些那个瓦斯钢瓶就是一样用3D 列印把它印出来的。它其实还有一些路上要让人家注意嘛，所以有一些红旗。我在抓。多你就要自己处理啊。好，好。很有趣哦。这样就可以把它当做你的创作来源。是啊，就是很日常。资源回收车啊，其实我为什么要做出来？其实，在我们这巷子里，每天晚上啊，它就会进来。我每天都听到里长广播，这个垃圾车不要落地，然后你要把它拿出来倒了。那因为巷子小嘛，所以他就用这种发财车。回收哪些？其实没有很多，就报纸，就是一些小东西而已。记录行业内的台湾，伊将意象全部缩小，成做用路的艺术。把自己喜欢的在地的文化用实际的模型、微型模型去让大家先看到。市场上发现这一块的领域真的是不多。那我比较希望是说，之后的一些创作者啦，是否可以在台湾这一块啊多一点加把劲，让全世界看到这一块的领域。对啊，因为我是觉得台湾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。面向世界内的每一件作品，拢有会让人了解心意迄种熟悉感觉。这个元素加上高高化不开的人情味、强烈、深刻，又搁顾一个标伫台湾这地土地。